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点咱备范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
如果恁所要互人去承接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对年头甲年尾，耶和华你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一碟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125首，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万有你眷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崇，我欢喜主做我君王。咱三角起立来吟。这碟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伊勒岛阴来受苦，顶十日过死，埋葬大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阿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角来启用，今日启用的所在记载伫启用文45篇，启用文45篇，也就是记载伫以赛亚40章。启用文45篇，现着咱三角来启用。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也捌看天？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我看到我困境。以色列啦，你是安怎埋怨讲？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创造主？伊袂夜，嘛袂sen。伊的意为无法度了解。夜sen的人，伊互因有怨气。冷静的人，伊甲因对天跪力。少年人拢会夜sen。勇
毋过我和上主的人会定心必着快乐，因会亲像鹰鸟体实飞悬。因行飞鸟，照飞升。一粒咱三角鸭头来祈祷。创造宇宙的大主宰，对年头甲年尾看顾阮的主上帝，伫即个充满挑战甲祝福的2024年的年尾，阮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伫即一年当中赐予阮快乐甲智慧，要阮对7年中知影阮的软弱，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拢有你的看顾甲保守。伫这一年来，阮见证了世界的变迁甲进步，也感谢你保守阮，互阮伫困难中时刻会当彼此互相扶持。也求你继续带领阮，赐予阮和平甲安静的心灵，互阮伫未来的日子会当搁较坚定，行伫你的道路上。阮也要为着遐个2024年，因为战争、天灾，也是病痛，经历着痛苦甲失落的人祈祷。啊，愿你的疼甲稳定会当安慰因的心灵，赐予因希望甲力量，互因伫困境中找到光明。主啊，也求你赐予阮有智慧，互阮伫搁来的新的一年当中，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你听的见证，互阮的行动会当荣耀你的名，也搁带来较济的疼甲和平，互即个世界。主啊，阮也要为着下晡牧师妈叶林相会结束的个别礼拜来祈祷，也求你甲阮同在，互所有参加个别礼拜的兄弟姊妹，伫即个充满疼甲回忆的时阵，互阮共同纪念甲感谢往生者的一生。啊，阮也要为着失去亲人的遗族，啊，祈求你的安慰甲力量，求你用你的疼甲稳定包围因，互因伫回忆亲人美好的时刻的同时，会当感受到你的疼甲稳定。主啊，感谢你过去一年当中的看顾甲保守，啊，愿阮伫未来新的一年来继续倚靠你，互阮的灵命搁一届甲你相拄，啊，甲主搁较亲近，互平安归互你所欢喜的人。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下面圣歌的献诗。
下面咱三个人领受上帝的话，今日看的经节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21节到38节。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21节到38节，记载伫和合本78页到79页，白话汉语本66页，现代中文译本94页。现着我来读，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到第8日，当婴仔行割礼的期，就号伊的名叫耶稣，就是伊未投胎的时，天使所号的。照摩西的律例，因称期的日已经满，就抱婴仔上耶路撒冷要献互主。照主的律例所记载讲，记那头上的查甫囝叫号称作圣归伫主，伊要献祭。照主的律例所讲，用一对家水，也是2只钱仔囝。拄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人叫西面，这人义过敬虔，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踮伫伊。伊捌得到圣神指示，将伊要未死，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伊互圣神感动，就入殿。拄啊，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要甲依照律例的例来行。迄时西面用手指婴仔，学了上帝讲：“主啊，当照你的话，要投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30节，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伊的爸甲伊的母，咧奇怪所论婴仔的话，西面甲因祝福，佮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即个婴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济人跋倒，济人起来，也最受辩驳的记号。佮你家己的心也要有钱插头过。互一人心内的念头会露出，佮有亚瑟支派发热力的查某囝亚那，伊是做先知，年岁已经老，对在世女的时，嫁互丈夫7年久，就掌管84年，拢无离开殿，禁食祈祷，每日服侍。拄迄时，伊尽情称谢上帝。对既那羡慕耶路撒冷得到赎回的人，讲起即号婴仔的事。以上，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望上帝应允成全。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是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咱伫今仔日。自己做伙敬拜上帝，咱也伫遮透过咱的诗歌，咱所献上的祈祷，甲咱所听见圣经所记载上帝的话，咱要伫遮要来回想咱过去一冬，上帝怎样引带咱、带领咱。虽然讲咱伫过去一年的中间，咱中间。有兄弟姊妹，有人拄着恶担当的事，有人是有面对着身躯的病痛。当然，咱也伫过去一冬，咱有人拄着真欢喜的事，有人也伫过去一冬，一切拢真顺利。但是，咱伫今仔日最后一个主日，就是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咱做伙伫遮用感谢来献互上帝，所以咱大声，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的大气力，你的慈悲疼痛，你引带阮、带领阮，互阮平安过一年。但是主啊，阮也渴望要听见。对你来信仰的信息，
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保守阮，互阮无论是分享的，也是听记的，阮拢因为有主你圣神伫阮心中做工，互阮拢会当对伫主你的话来直接得到造就，得到利益，也互阮会当伫心中，互主你的圣神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主啊，阮恳求你的引带甲带领，阮将以下讲道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交托互主你的圣神亲自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个月好，咱打过圣诞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经文也属伫圣诞节了后的经节。咱今仔日咱所读的《路加福音》2章21节到38节，咱看到的，就是对伫圣囝耶稣出世伫世间，伊世间的老爸老母约瑟玛利亚，以及伫圣殿因拄着的西面甲安娜的形象，咱学习着怎样，咱的信仰是爱活出来的信仰，毋是干那学伫头壳内底的知识，咱是要活出来，活做活的信仰。大先咱看到，就是路加福音第1章的前半，就是耶稣降生的记载。所记载的发生的地点，就是马槽内，但是路加福音2章的后半段，即个情景描写的情景，就闪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大先记载的就是2章21节，约瑟甲玛利亚照着摩西的律法规定，互红婴仔行割礼。以及照着玛利亚怀孕进前，天使所显现所对伊讲的，就是号名做耶稣，将即个红婴仔号名做耶稣。耶稣即个名的意思，就是上主是拯救，上主是拯救。过来就是伫清气的期满了后，咱知影犹太教的律法，将妇女生产了后的这段期间，认为讲这是无清气，袂当上圣殿，所以伫清气的期满了后，约瑟玛利亚就带耶稣红婴仔耶稣来去伫圣殿。照着律例来献祭，可能咱拢会感觉真奇怪。耶稣既然是上帝道成肉体，出世伫世间，但是为什么约瑟玛利亚搁爱照着犹太教的律法来做这项事？当然，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甲咱有同款的身躯，所以咧，伊也是活伫即个社会中间，伊就照着当时伊所活地的即个社会中间，遮个犹太人的礼来做，
若无安尼，伊煞变做特权人士啊！但是道家肉体的道理，的特别的所在，就是上帝来到伫世间，伊甲咱做共款的，甲咱食共款的饭，甲咱面对共款生活的问题，共款爱做工，才会当得到饱。所以咱讲，咱的上帝是知影人的问题的上帝，咱的上帝是知道人生疾苦，知影人生的甘甜痛苦，知影人生的百态，伊知影咱嘛是拢会受气，咱嘛是拢会伤心。但是咱拄着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咱的上帝道成肉体的意义就在伫伊知影咱经历是啥物。今仔日若是一个神高高在上，你会感觉讲啊，我甲你讲无效，你袂当了解。啊，我经验过，你拢毋知啊。这嘛是咱爱反省着咱家己，有时阵咱掠着咱的信仰的精神，咱真愿意去安慰受苦的人。但是咧，有时阵咱所安慰的人会讲啥物？啊，你又没有你又没有得过癌症，你怎么知道我得癌症治疗的痛苦？想想安尼。你又没有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感受什么？有时阵咱反倒转，咱会袂记住，就是真侪人拄着的问题，咱拢毋知。但是咱真热心想要安慰，但是当咱毋知影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的时阵，有时阵咱的安慰煞变做是安怎？咱用福音来安慰，别人听到感觉是什么？福音变祸因啦，福音是福音，煞变祸因，灾祸的祸，人听到反倒转受气。因为咱总是无办法感同身受，但是咱所信靠的主上帝是一个愿意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33冬的主上帝。伊甲咱共款处着肉体过生活，人的痛苦伊拢知，伊也会看到耶路撒冷当时犹太人毋知影悔改，伊伫遐流目屎。伊看到耶路撒冷因为众人违背上帝的旨意，伊看到耶路撒冷强要败坏啊，强要毁灭啊，伊伫遐看到就流目屎。所以咱的上帝是一个知影咱的辛苦、咱的艰苦的上帝。当然，咱的上帝也会伫咱欢喜的时阵，甲咱做伙来欢喜的上帝。所以，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来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是照着旧约律法的规定，就是头生头上生啦，毋是头啊生啦，是咧。头上生的查甫囝，拢爱奉献予主。第二就是老母生产30日了后，爱到圣殿，为着家己身躯得到清气，来向上帝来献祭。当然，伫一寡人的眼中，看到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来到伫圣殿的这段记载，会对比着路加福音2章头前一半所讲着耶稣降生的时阵，
天君天使做伙娱乐、赞美的迄个情景，遐尔啊光鲜亮丽。但是咱看到的是啥物？咱看到的是约瑟甲玛利亚，因是用即个行动表达因的信仰的虔诚，因是照着当时犹太人的律例来行动，因是坚持伫因的信仰，伊袂因为讲哇，我知影上帝道成肉体来到阮兜啊，人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毋是，因是对伫信仰真坚持。所以，罗圣讲即个红婴啊，照着天使所讲的，是上帝道成肉体，是圣神投胎，但是因悠然认真过因的每一日。所以，咱就看到伫即款看重信仰的家庭中间成长。有礼拜的生活，有献祭，有祈祷，有读经，有互相分享，有甲其他兄弟姊妹来交流信仰的交流团契的生活。其实，约瑟玛利亚因起造即个环境，塑造了圣囝耶稣甲天父的关系，也塑造耶稣甲众人的关系，甲因一个正面的互动的模式。所以，虽然讲咱即马教会即个青少年儿童非常少所以咱无即方面的时间，但是咱袂当讲习以为常啦，咱爱藏伫心中这是咱教会的欠缺互咱即个有家庭中间有细囝的家庭煞无办法来到咱遮做礼拜，咱的兄弟姊妹有人有即个孙辈拢已经青少年啊，青年啊，煞无办法来到伫教会，所以咱爱将即项代志藏伫咱的心中，咱怎样要起造一个会当培养咱教会后一辈的环境？即项代志咱一定要藏伫心中。当然，咱面对着困难，咱爱照着咱即马做会到的，咱来推动咱的教会事工。但是咱爱永远藏伫心中，咱有即个欠缺，咱有即个代志，咱爱想办法来得到突破，会当得到改变。所以咧，咱一定爱将约瑟玛利亚照起工，照着律例，带耶稣到伫圣殿，照着犹太人的例来献祭即项事。人爱思考着咱家己的信仰生活，甲咱教会的事工，咱教会的团契生活，咱的团契生活，其实也不只是塑造咱家己，也塑造着咱的后辈的信仰。这是一个真重要教会事工的一个功能，毋是咱家己好就好，咱爱想着咱的后一代要怎样来持续咱的信仰。甚至互咱教会的事工会当发扬光大，所以咱搁来看，就是今仔日咱搁读到另外两个信仰人物，因的信仰的表现也值得咱来学习的。第一位是西面，圣经讲伊是公义、搁虔诚、搁敬虔的人，伊有圣神的同在。然后伊一生愿望得到以色列，一生愿望是以色列会当得到救。另外一个是安娜，咱华语讲做安娜，这个安娜这个名就是伊对这个圣经人物安娜来的。
伊是一位年长的女先知。伊伫翁婿过身了后，伊就守寡。伊长期住伫圣殿内底，伊所活做的做的代志，就是敬拜上帝，并且禁食祈祷、日夜服侍。这是圣经安尼来介绍即两位圣经人物。咱看到西面是公义佮敬虔的人，公义就是甲上帝以及甲四周围的人拢有好的关系，拢有合意的关系。敬虔是啥物？敬虔就是积极参与伫礼拜、祈祷、献祭的服侍，过来是认真来读上帝的话，这拢是值得咱来学习的。同款的阿那伫伊的生命的中间，伊也是生活中间所做的，就是敬拜、祈祷、禁食。咱看到西面甲阿那的信仰生活中间，灵命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值得咱来学习的。所以，伫2024年的最后，咱就爱回顾咱反省，咱伫过去一年的中间，咱的灵命、咱的信仰敢有成长？过来，伫未来的这一冬的中间，咱要怎样做，会当互咱的信仰哪来哪成熟？同款讲到教会。咱即摆也爱想，就是过去即冬，咱有上帝的带领保守，咱平安过一年。但是明年，咱教会的事工要安怎来继续？这拢是咱伫一年的最后，咱爱做的反省甲回顾。未来的一年中间，请问。咱敢愿意开咱家己的心门，互圣神来引带？咱敢愿意每一天会当读圣经？咱会当透过读一寡灵修的文章，每一天会当暂停一时啊，来向上帝祈祷，也是咱愿意。开时间，短短的时间参与查经、讨论、分享，咱伫咱的教会参加咱的教会的查经，也是咱敢愿意，不只是参与，咱阁愿意伫咱聚会的中间来分享，互咱对伫上帝的恩典，甲正做基督徒的意义有更较深的认识。伫西面甲阿那的身上，其实咱阁学着一项，叫做等待。咱常常讲愿望，你爱有愿望，你袂当失望，你袂当失去愿望。但是讲到愿望，这项事，这个信仰的功课，咱绝对莫忘记。咱要愿望一项代志，咱常常上欠缺的就是等待。路加福音甲咱讲，西面甲阿那，因拢是多年伫遐等待弥赛亚降临。弥赛亚就是上帝要互以色列百姓。脱离苦难，得到拯救的即个带领犹太人的王，因拢了解，等待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等待是咱信仰的中间上重要的功课之一。但是对咱现代人来讲，
等待是一款折磨、折磨。为什么？因为咱即马活的时代叫做即时的文化、速食的文化。咱要啥物就一定爱有。以前写批差不多2天会到，然后你会等讲，差不多来回差不多1礼拜。所以你一项代志写批甲对方讲，你愿意等1礼拜收到即批回复，然后咱愿意等。后来有电话了后，长途电话，咱就会敲长途电话，但是电话变做讲无伫厝里，咱知影讲啊，伊无伫厝里，还是伊无方便接电话，咱愿意等。讲安尼早起袂使，可能无用，安尼我暗时敲，你愿意等。啊，就有 email 了后开始啊 ，email 了后，你会讲啊，安尼收到 email 马上就到，安尼你会等几点钟看伊敢会回。到伫即马有 Line， 有一大堆迄个通讯软体变做及时爱回，你阁会看讲已读，你就讲啊，伊已经读啊，啊已读如果没回。你会感觉讲真奇怪，为什么伊看到无回复？然后不读不回，你会感觉讲这怪怪哦，开始咱就失去耐心，这叫做即时文化、速食文化，就是咱要啥物就爱马上得到。但是咱知影上帝的意念毋是人的意念，上帝的旨意无拄拄是人所愿意。有时阵，上帝会照伊的时间，互伊的旨意得成，毋是照人的意思。所以，即款现代社会即时速食的文化、生活形态，咱要啥物就马上爱有的即款的生活态度，伫信仰生活内底，常常拢是行袂通的，拢行袂通的。当然，即幅图是讲一个速食面，instant noodle 叫做速食面，速食不一定好，速食，真紧要食着，咱讲，食迄个泡面对胃肠无好，即幅图是安尼讲，即表示讲速食，你要真紧的，通常拢较无好，所以咧。咱就爱愿意等待，爱有耐心。不过等待毋是坐咧，啥物代志拢无爱做，迄毋是等待，迄有时阵是平淡，迄有时阵是鸵鸟心态，迄有时阵是真正即个上过随便。啥物叫做等待？就亲像是大人，咱爱有耐心，等咱的后辈，咱的囝儿查某囝，咱的囝孙来成长。咱看因即马毋是完美，但是咱知影，只要咱愿意耐心陪伴，咱愿意甲因分享，咱愿意好好啊教，总是有一天，上帝会引带因。互因学习会着分享上帝的慈悲疼痛，上帝会互因渐渐成长，成做成熟的基督徒。这叫做等待。咱耐心，但是咱愿意陪伴，咱愿意教导。同款，咱等待上帝旨意来成全。但是等待的过程中间，咱既然知影上帝的旨意是美好，圣经内底拢甲咱讲上帝的意念是啥物，上帝的旨意所要成全的代志是啥物。安尼，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是有义务爱营造一个环境，咱爱运用上帝授予咱的恩赐甲才能。咱经营
缔造咱即个社会，互上帝的旨意得成，亲像上帝要互政治大战，咱敢是伫遐面单，啥物拢无爱做，毋是咱就亲像正常人共款，咱爱压水，咱爱修剪，咱有虫的时阵，咱爱想办法来互所种的无互虫所加。所以，咱爱当咱等待上帝旨意成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时阵，咱也爱学习经营好咱所活的环境。共款伫五梦的中间，咱也爱陪伴咱家己的灵命，陪伴咱家己的信仰。咱爱通过积极参与教会的团契生活。咱用信仰彼此来鼓励，互上帝的旨意会当透过咱所做的，有一天会当成全。各位兄弟，伫过去这一冬的中间，咱今仔日会当坐伫遮，这是上帝通过伊的恩典。甲慈悲疼痛，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来运行，互咱的信仰袂跋倒，互咱会当伫咱感觉咱有欠缺，伫咱感觉真无力的时阵，咱愿意转来超找上帝。上帝实际上也无时不刻、时时刻刻。显现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咱行过即条路，咱就知影上帝的疼痛是一直显现伫咱的心上，所以愿咱拢会当伫明年2025年的中间，咱领受上帝的呼召，咱互圣神带领咱。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哪会哪亲密，哪来哪完全，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搁较有信仰的气力，互咱会当实践伊的话，互咱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圣经所读的经文的中间，阮看到约瑟、玛利亚、西面、阿那，因的信仰见证，互阮知影，阮伫主你圣神的引带下面，阮也爱陪伴阮家己，阮爱伫生活中间，爱有灵修的生活，阮也爱伫生活的中间。阮爱有服侍你的生活，互阮会当透过实际所做的，互阮会当更较深刻来体会有主你的圣神伫阮的心上来做工，也会当体会到你伫阮所做的代志中间，你的慈悲疼痛甲气力是怎样来显现？主啊！阮也爱学习，就是伫生活中间即个等待的功课，因为阮知你的气力，你会当改变一切，你的慈悲疼痛会当感动人的心，所以阮知影，今仔日阮检查感受到阮的欠缺不足，但是主啊！你会亲自来引带阮，你的气力会扶持阮。阮知影，现在的阮明仔你的圣神带领，互阮明仔会得到成长，来搁较好。伫今仔日，阮知影你的旨意也一定会成，你美好的旨意。
会照你的时间来成全。所以主啊，求主你互阮有未冷的愿望，互阮的气力也永远袂失去。主啊，愿恳求上帝你带领阮，每年一年的中间，互阮日日拢会当感受体会到你的恩典疼痛，甲你的气力是遮尔啊大。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点咱三个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587首，圣诗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恶长。对将来我充满愿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节节事明日会临到，节节事恶得明了。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透。咱三角起立来吟。无罪悔，无心悲。
节下面奉献咱请玉洁执事甲秋梅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县委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日下晡1:30，要伫台北济南教会要举行牧师妈叶灵相会，即属个别礼拜吼。咱下晡咱确定啊，咱较做伙做伙过安尼，过迄个济南教会。第二。1月份插会班要伫1月11拜六上午10点上课，咱请报名的姊妹来留时间来出席吼。第三教会2025年1月份到3月份的时间分担表，咱已经放伫招待桌顶悬，咱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甲咱来家己来客。第四需要教会。定制的2025年的月历吼，咱兄弟姊妹，咱伫礼拜了后，招待桌遐可能佫有吼，咱甲来客。下礼拜主日礼拜题目甲经文的迄个资料，咱家己看。过来，咱看倒边的部分，主的时间主日上午10点，生活团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拜三咱有不定时的泡茶的分享，拜五咱拢有下晡7点半，咱拢有早间祈祷会，拜六咱有插会班，后日要早间的经节部分，即礼拜要查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到15节。过来咱看圣经事项的部分，今仔日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杨长乐，清扫是素琴姐，下礼拜讲道也无书花，这是咱只有印对因吼，下礼拜经前咱是那边二长乐，素琴是玉洁执事，领唱的是余阳兄，书献是我本人甲秋梅执事，招待是素琴姐甲平常兄，插花是秋梅执事，清扫是燕经姐。过来迄个奉献的部分，咱家己看，有出入的，参加我也是秋梅执事来见证。过来咱看蒋小平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遍，咱大家甲话白话汉日本读2遍，华语读1遍。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来，咱做来念，请。因为我的手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因为我的手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搁做以色列百姓的阳光。
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加福音2章30到32节。下面咱委员吼，咱一个来互相拱手请安问好，平安。咱武信兄弟后生齐安的妈妈琼瑶姐伊即个伫即个核心医院因为感情伫遐住院啦今仔早起有朋友消息讲即个状况较歹所以家属拢伊有互病院即个叫去病房遐咱将即项代志当然即马无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咱将即项代志放伫咱的祈祷中也嘛望讲咱即个过来就是爱关心武信兄甲即个齐安咱就有爱较关心的咱即马先为着即个琼瑶姐病情咱来做一个祈祷咱做下头的祈祷慈悲大光灵的主上帝，你有医治的大气力，你也常时有无限的疼痛甲稳定。但是主啊，你有你的旨意超越人所通想象。但是主啊，阮也只是对伫阮过去所经验着你的疼痛稳定中间，阮知影你的旨意拢是上美好的。主啊，琼瑶姐即马伫病房中间，照着医护人员所通知的身躯的状况非常的无好，但是主啊，阮知通过这段时间，无论是有信有勇、齐安，才会亲人的照顾扶持，也是主内兄弟姊妹的引带，阮知影。你的圣神持续伫琼瑶姐的心上迄做工，你也互伊的心得到改变。所以，阮确信你有你上美好的旨意，阮也确信你的旨意会透过琼瑶姐。患病的这段时间，你互伊会当最美好的见证，就是见证着你的疼绝对袂甲阮来隔绝，无论是身躯的病痛，也是拄着任何恶担当的事。你永远袂弃杀阮，你拢扶持阮，甲阮做伙伫地。但是这个时阵，也恳求上帝你，照着主你的旨意来引带、来带领，也恳求上帝你，也怜悯着琼瑶姐伫癌症末期身躯的痛苦。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充满伫伊的心中，互伊感受到你圣神做工，互伊无论经历到什么代志，拢会当有平安、欢喜，有平静安稳来互伊得到快乐。恳求上帝你
亲自医治甲带领，愿安尼迫切恳求，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直接咱三角内面上行392首，392首，学了上帝万福本源，地上万米，齐声称赞，天地圣赛，圣称赞万世，学了白镜圣神上帝。咱三角起立来吟唱散了后，咱请牧师祝祷。愿咱拢会当伫明年的一年中间，日日军队圣神的引带，也伫圣神做工的中间，咱每一日拢得到平静安稳，来有气力面对所经历所有的代志，也会当靠着上帝的听来彼此相听，互众人拢会当感受到上帝的听。伫世间大大显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